苏妍希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，太过分了！哎呀，糟了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我才发现我把钱包丢在家里了。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！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奶奶这有钱。那怎么行呢？今天说好的是我请奶奶吃饭，当然得我掏钱才行啊。你这孩子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回家去取去。哎，掉个头吧。苏妍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干什么？西城，我们都躺在一张床上了，还能干什么呀？不是，你疯了吧你？你快出去！出去！西城，你别这样！苏妍希，疯了吧你？这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，太过分了！静熙，奶奶，静熙，回头再收拾你。何建新，你等等！你等等！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一切都是苏妍希搞的鬼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你放开我，顾西城！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奶奶也在旁边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真的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，我也很纳闷啊。人在你床上，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顾西城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我们离婚吧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奶奶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真的是西城他自己主动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可是他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奶奶，苏妍希，西城，西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故意设计害我，为的就是气走锦溪，你好留在这个家里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我顾西城就算没有女人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见你就恶心。西城，你说什么呢？奶奶，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，让她滚出我们的家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她。
老方啊，哎，给苏小姐收拾一下东西，让她离开这儿。是。师傅，玛利亚医院。好。方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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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帮我向奶奶求求情吧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离开这个家。苏小姐，顾家的少夫人是你的表妹，不是你。奶奶这个称呼，好像不是你可以叫的。再说了，少夫人和少爷闹了矛盾，都不愿意留在顾家，你又怎么可以留下呢？失陪了。哎，方叔，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轻举妄动。现在看来，只能让苏妍希和顾西城先做个了断了。病人这2个月一直在我们医院，也没有人过来看护照顾。如果不是住院费用已经交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不管他了呢。我妈妈在这里2个月了。我也搞不懂你们子女是怎么想的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过来看看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贺锦熙真的把你带出去看病了呢。我以后再也不相信贺锦熙了，妈。城南那块地，李氏企业也有意向，出的价格不比我们的低。现在两边僵持着，暂时还拿不下来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？你是弱智啊？听不懂我说的话？滚！我叫你滚，你都听不懂吗？滚！什么？你在我们家的附近又看见那个苏妍希了？是。他搅得西城他们2口子都要离婚了，他还嫌不够啊！如果以后再看到他在我们家附近的话，你就报警。是，我明白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她真的不回来了吗？这事儿啊，也怪我。当初她表姐来的时候啊，景旭的情绪就不对了。当初要是早点发现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。您不必太自责了。不过，少夫人离家出走之后，少爷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。不管他，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。他自己做出的事情啊，让他自己负责。如果锦溪不肯回来的话，那也是西城他自找的。
哎，也不知道锦溪呀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多好的孙媳妇儿！你说，她怎么会有这么个表姐呢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顾西城竟敢这样侮辱我！苏妍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西城，就算你今天掐死我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从我的面前消失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歉的。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那也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够了！贺锦熙跟你不一样，你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顾家的钱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西城，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西城不是西城，不是这样。